我们其实像城市里面的一个浮游生物一样。我愿意我的小书被小孩子看到，然后去穷其究竟。这就是父母给到孩子或者成人世界传递给孩子最大的祝福。跟100多个人去推荐这个书，都不愿意要。所以我的头发弄白啊，就是从那开始。原来啊有些白花白，这从那就彻底白了。洗手了没有？我洗了，戴手套。我一翻开书，我一吓一跳，我一看，上面那个就是鲁迅亲笔写的12两个字。你或许不能回到那个时代，但你能借用一个物件，感同身受进入的那个氛围。感谢啊，感谢花钱啊！我没有勇气跟他说话，于是就只是拍下了他当时读书的样子。我们是翻译，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我们叫做一个很艰难的快乐。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不行，不能再做这种纯文学了，我这真是卖不出去。就做设计的，其实就跟演员一样，你这个时候其实你把你自己忘得越干净，其实这个角色可能会凸显。实际上是逼着大家把所有的感官全都动起来。你很难抗拒的诱惑。那个好跟那个价值，那种沮丧感，我要如何让它更清楚的被人看到跟知道？书本身是一个故事，写书的人身上又有故事，书的流转又是一个故事。12月11日，让我们以书为舟，开始一场奇幻漂流。